是在地新闻，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初6，旧历的9月11，礼拜4。新闻的头一条来看，这位国安局的局长陈明通卡到林志坚论文的抄袭案，已经消失真久无看人了。早起总算出现伫立法院来做业务的报告，也毋过针对林志坚的抄袭案，一句话都无回应。有关伊7月秘密到泰国访问的行程甲相片，互公开伫网络顶。陈明通是来回应讲，这是中国的认知作战。讲这行程之所以会来泄露，是因为泰国使用中国华为这间公司的设备，和网络骇客来入侵。讲上主要的问题出伫泰国，泰国嘛已经甲咱完整说明了。谢谢。谢谢。前新的市长林志坚的论文，互大家认为是用抄的。林志坚的指导教授、国安局长陈明通，今日总算伫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出现。林志坚认为抄袭，你觉得自己需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吗？针对林志坚论文风波，陈明通拢无回应。不过引起争议的，还有陈明通7月去泰国秘密访问，相片和行程拢互社群媒体公布伫网络顶。坦白讲，这个不便多说了，但是。泰方也给我们比较完整说明，主要是他们是因为泰国海关使用的是华为的设备，有没有这个事项？我们了解这个确实他基本上我们看到他那个监视器基本上都是华为的。牵涉到第三国无方便起讲，陈明通讲这是中国进行认知作战，行程的方式咯是因为网络骇客。网害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我们难道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这个时候要国际合作，这不是就我们单方。有时候，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天其实都在奋战。现在能不能接下来披露一下中共的高官的行踪？委员，你就是局长，你要知道，你不要这个，你不要这样为难我。对林志坚抄论文到去泰国的行程很光，身为台湾情报龙头，应该低调的陈明通。媒体曝光对你不是好事，对国家的安全也不是好事啊。非我所愿。所以伫成为焦点。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